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喜乐真欢喜咱继续伫咱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福音的广播节目这个频道顶面大家搁三甲来斗阵感谢主，喜乐有机会来到咱台北市的内湖区，伫真耶稣教会内湖教会的传道房遮，而且咱有一位主内姊妹伊信主的经过，甲伊个人的体会，包括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体验真济，咱即马要请伊来接受喜乐的这个采访。姊妹你好。你好。你甲空中的朋友自我介绍。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杨地卿。杨地卿你是不是甲听众朋友来分享你是安怎的情形来认捌主耶稣？我是结婚翁李凤仪弟兄结婚了后才信的，才来信主的。你原来厝内是什么信仰？天主教。天主教。安尼你嘛是讲起来嘛是捌耶稣啦，毋是拢毋捌啦。细汉时阵我拢无去啊。敢若细汉时阵，敢若去摕去领奖领迄麦片啊，叫饼干啊迄款。你是全家拢天主教徒？嘿。你成长的过程内底，你到甲你的先生熟悉，恁熟悉的时阵，你敢知伊是咱真耶稣教会信徒？当开始毋知呢。当开始毋知你先生的厝内是全家拢信吗？嘿。你安怎来接触？我是要结婚的时阵，来阮翁伊兜阮婆婆才讲，我才知。第一届去时阵是后尾结婚才去。才来真耶稣教会。你第一摆来真耶稣教会迄种感觉安怎？甲天主教咧不同的所在比较一下。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啦，我是感觉讲拢教会拢差不多啊。差不多啊。拢劝人做善拢差不多啊。我就讲要去就去啊。我是想讲无要紧啦哈。即摆豆来了，你是结婚以后才来相信嘛？你这个过程中间，你要甲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下无？刚开始时阵本来阮翁讲没有关系啊，信仰个人自由他说好啊阮当我结婚的时阵甲阮翁点点冤家，因为我无信嘛就为这件代志都斗袂好势。所以你会感觉讲无同款的信仰迄种相处嘛是安尼。系啊，当我开始我就排斥的。你就排斥？嘿，因为阮婆婆嘛讲拜六无去聚会会安怎，我当开始就排斥。是。你是算讲家己一个嘛因为这个结婚才来认捌真耶稣教会认捌咱的信仰这个排斥当然有几项我想讲嘛借着这个机会互你做一个表达啦你当然当初时嘛安尼会推拒无？会安尼一直提示安尼无？开始是袂啦，敢若就冷的。就冷的嘿，敢若拜六要来啊，无来就一定互人骂啊，是就机械式的，敢若形式化就拜六就来啊。是。所以你来一方面嘛是讲都互婆婆欢喜安尼。嘿，就安尼啊。地勤姐请问你真正讲安尼，互你心内拢顺服落来，拢愿意讲真耶稣教会有神有体验是啥物时阵？差不多应该是阮查某囝2岁时阵，差不多。迄阵是啥物情形？因为我感觉阮查某囝细汉时阵，我就奇怪，因妹妹是阮是妈妈可是伊交伊爸爸交伊阿嬷较好，我交我之间有这款距离的款，我就就会想这件代志。是照你讲母女应该是足亲密的嘛足亲近的。你有去思考讲是安怎你的查某囝哪会敢若甲你信耶稣的先生、信耶稣的阿嬷这婆婆较好，甲你较袂接近？嘿啊，我就想讲可能是我未受洗的关系。你就直接这个怀疑。所以互你至少你嘛爱去了解这个信仰。你了解的时候你是安那去分别？结婚到我受洗差不多3年我在教会我是觉得弟兄姐妹拢就好呀。而且宗教教育我感觉说小孩一定要上宗教教育。你上你感觉感动的就是讲来上这宗教教育。对，我觉得说这样的小孩基本上他不会走偏。对。安尼你对所谓宗教教育你有去接受有去听无？我是无去听不过我看阮翁厝内面的人我觉得说感觉就是就正派正派而且我感觉伊细汉时那
到中国教育会学着足侪物件。啊，学着啥物物件？感觉交外口的人无共。嘿嘿嘿。外口当然咱一般的传统信仰吼，就是讲破病来去受惊，啊，啥物无平安来去烧香烧金，但是敢若对枪无这清楚。啊，你教会内底，你对迄个咱所敬拜的神啊吼，这个对枪你有清楚无？你做妈妈，你当然爱先去了解对无？啊，你有清楚无？刚开始我是无呢。你敢若感觉讲教会袂歹安尼啊？开始互你有一个安尼吸引力的吼，就是讲啊，查某囡仔甲你袂亲近，查某囝甲你袂亲近，啊，你想要赢回吼，啊，妈妈甲这查某囝迄种亲密啦吼，所以这嘛是足奇妙神的一种带领吼。啊，志清姐安尼，甲恁查某囝这个关系安尼，啊，抑佫幼婴嘛吼，啊，你就开始去接受这个信仰，所以你就去了解嘛，啊，要甲你请教吼，你感觉真耶稣教会甲你过去伫天主教有啥物无共的无？较早天主教吼，咱讲咧望弥撒吼，无共，无共吼。嘿，伊透早的时阵，伊拢敢若祷告吼，拢是跟神父告诫你，讲啊，我安尼倒位唔对啊，唔对啊，安尼就会使啊，就会使就像领圣餐，就会使领圣餐呐，啊，咱教会无共，嘿。啊，所以迄个最大的分别就是讲，咱真耶稣教会当亲身跪落来祈祷。啊，志清姐吼，你迄阵啊第一摆哦吼，你会跪落来祈祷，你嘛是共款迄个心态吗？啊，反正我就想讲要甲阮查某囝较亲近的是吗？嘛是应该是安尼讲，嘿。所以嘛毋是讲你真正讲啊去啊认捌偌济。嘿，无。所以吼，圣经有一句话咧讲吼，其实毋是咱去找神咯，是神咧找咱咯。啊，所以互你今仔日会通安尼面对这个信仰，啊，对信仰来这个体验甲领受吼。啊，志清姐安尼就是讲起来，你因为婚姻来信主啦吼，啊，伫咧过程中间嘛拢真顺利哦。啊，囡仔慢慢大汉咯，啊，恁这个婚姻生活，你是不是安尼来回想一下吼？啊，因为无共款的信仰，啊，进入共款的信仰，有啥物改变无？我伫听道理中间吼，知影讲，咱基督徒吼爱有基督徒的心性，我就安尼照安尼行啦。是。啊，所以吼，讲起来体会平平啦吼，啊，无讲啥物较刺激的，无较大的啦，无。安尼你是不是啊来继续甲空中朋友分享啦吼？甲你即马安尼吼，即中间吼有啥物安尼较重大诶，互你感觉讲，真正耶稣基督是我生命诶主宰。伫92年差不多要6月时阵哈，可以摸着，乳房有一个硬块啦，是，嘿，就想讲哈，一定是歹无物件。你一摸着了，你就感觉讲，这是歹物啊嘛，你家己就知影。迄阵经过医生检查未？未，毋过差不多。2-3工去检查吼，医生就讲要开刀啊。医生就是安尼甲你讲。你迄阵有法度接受无？迄阵几岁？才46岁。46岁。啊，你有法度接受无？迄当阵拢无想啥。拢无想啥。敢若想讲一片空白，啥物拢无想。如果医生讲要开刀，反正要开刀就开刀啊。就安尼啊。毋过开刀的时阵很奇妙啦，就我以凊彩挂号诶，我也不会找医生，拢无，我伫台北3总，我家己用网络挂号，我嘛不认识医生啊，我想讲凊彩挂者就去啊。伊当然去的时阵是一个老黑啊，伊就懵着就爱开刀，就照超音波啊，还有那个拢检查流程叫来啊。对，结果照超音波的那个主任吧，结果就另一个就是乳房外科的主任来。他们就商量讲，爱开刀安怎就甲我讲，我就好。结果过一会我挂号那个医生就走过来，伊就来甲伊讲讲，这要开刀啦，伊讲知影，快有当时有用啊哈，就说2个医生要瞧过。后来当中我突然想到说，我都不认识医生，我要找到一个医生，我唔知啊，我挂号的医生照一阵哈，我就感冒，我讲，我要找到一个医生较好，后边有一个就指黑。那个主任，迄当阵刚拄好是 SARS 期间，是，开刀房比较空，病人拢唔敢来，还有跟我指那个主任，我就跟着主任讲，无啊，指定你好不？讲好啊，哈，结果当阵我拢唔知伊是啥，是，开刀了吼，我才知人甲我讲，我才知迄
就是台湾的权威，嘿，就是3种第一把交椅这样子，上界权威哦，就感谢。所以你感觉讲啊，你对这个病当然可能你嘛最勇敢的啦吼，你啊感觉讲开刀就开刀啦吼，该安怎就安怎，但是结果最后说再给你安排一个，感觉讲第3种内底上权威的医生吼，就迄当然就感谢弟兄姐妹嘛，搞带导啦。志清姐，你是不是你这个破病吼？你有啥物安尼？除了讲你讲有硬块以外，你的身体吼，还是生理上吼，有啥物无共款？还是讲有最艰苦无？无，拢无，嘿，拢无，就纯粹安尼好好来检查的去倒安尼，嘿，懵着就去开刀的，嘿。所以神的迄个帮助，马上会当互咱看出来讲。那在住院的期间哈，大家帮忙带导不讲啊，就家人也帮忙带导了哈。医生有甲你讲这是？到第几期了？还是讲我第二 A 了。2A 了。嘿嘿，我有化疗膝盖。安尼你迄阵心内会怨叹神无？无呢。无哈。嘿，有人甲我问，我无拢。你对生命的过程哦，你会感觉讲，安奈安尼那也是我，为什么会是我？你阵哪有？我当中无安尼想，敢若惊死尔。你因为人拢惊死啦，但是拢共款啦，但是就是讲，这份信仰吼，带来互你什么种的平安？那时候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跟他讲啊，讲我没有信心啦，信不足，对。然后后来慢慢经过体验之后，就是我发觉到，突然拢找到人啦，嘿，神给你安排，上好医生，病也袂歹，还因为啥事人较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住院的期间，我想讲嗨呀啦。我拢袂使做代志啊，我要安怎？刚刚第一出来嘛袂使啊。你几个囡仔？你几个囡仔？两个，大汉呐。囡仔拢大汉。差不多一个要升国一，迄当阵一个是要升国一，一个已经要升高2了。是。小朋友对妈妈的这个病，因借着安尼有感觉讲安尼认真祈祷。有。嘛感觉甲最后说做亲近啊。就我就那时候在想说，嗨呀啦，结果。我刚化疗完毕，无偌久的时阵哈，内湖教会的生命教育刚刚开始，那我就突然想，本来是没有叫我们要去，只是说，我们顺便，因为我有参加诗班嘛，是，而且我就叫我们去哈，就顺便开会者，是，我就甲伊讲吼，我会使去无，不过我袂晓教因呐。你当时想讲要去参加生命教育，是迄个你疗程拢过啊？安尼志清姐要甲你请教吼，你讲你除了开刀，就是甲这个病处理掉你讲佮接受化疗对吧？安尼有落头毛无？有啦吼。整个迄个讲起迄个身体机能应该嘛拢有真大的损伤。应该是有啦。你伫这个病中安尼都几个月？我差不多要3、4个月。3、4个月。这3、4个月中间，你敢家己去照镜？敢。你照镜了后，你心内安怎想？人的生命就是安尼嘛。就是讲，当开刀时阵，断时阵，其实我很怕。心情就歹。对，其实我是很怕死。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死了之后会变怎么样。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就很紧张，说。我如果死了下18层地狱该怎么办？你现在想讲死会去地狱？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就做认真甲主要说祈祷。其实我觉得说难听点，我做的圣功还不够了。你干嘛做工无？对，所以说我想说，所以说还不会拣选我上天。虽然有这份信仰，但是无经过这个操练你感觉讲我还不足。所以当初。你思想到这个生死的问题的时阵你心内就紧张啊嘛，就惊。对啊，过来你安怎得到平安？你总袂使一直紧张落去吧？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就直接参与生命教育。可是，其实在参与圣功的上面我觉得很平安。对，因为参与我觉得很喜乐。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病的人。对，我觉得，而且人家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我会好啊，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啊，信心对到位。因为我觉得说，当你去参与圣功，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烦恼，就很平安。所以你是对做圣工中，对。虽然你要破病你即马有练迄个
迄个重大伤病卡无？有有吼。啊，虽然你是一个讲起来病人吼，啊，经过化疗，你嘛一个追踪检查，啊，但你会感觉讲，哎，去付出，啊，去甲人见证耶稣的恩典，啊，伫这个生命教育中间，你家己嘛经过生死存亡嘛，吼，你会感觉讲，哎，主耶稣吼，比较紧打掉登去哦。这个感受有足深的无？我觉得说，既然主耶稣拣选我，那就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丢掉。所以你虽然惊，但是主耶稣嘛，互你唔免惊。嘿，所以这段时间有兄弟姊妹带导，甲你家己的家兄，当然吼，主耶稣的爱有够用啦吼，神的爱有够用，互你安尼行过来吼，这段时间当然应该嘛是真辛苦哦，化疗的时候真辛苦哦。感谢主，其实我感觉还好，还好。嘿嘿嘿。这么看起来有影呢，拢无感觉像病人安尼呢。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还那伫做圣工啊，就冷的啦。人家叫安尼，我说我无时间呢。因为你信仰顶面嘛无啥物体。那来做会了就走啊，哈，无安尼跟他做客，就一回跟他做人客安尼咯。对，就走。然后也不会跟人家说打招呼，就是比较冷淡。是。可是我生病之后，当我参与圣工之后，我觉得说，教会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是，兄弟姊妹爱吼，陪伴你安尼行过来。我觉得有主真好。所以讲，圣经甲咱讲吼，主耶稣讲伊听咱吼，伊亲像真葡萄树，咱就是葡萄树尾吼，树尾袂使离开树丛嘛吼，树尾树枝吼，若离开树丛树干吼。树尾就袂活。当然树丛敢若一丛就是耶稣，树尾就是咱这兄弟姊妹、弟兄姐妹吼。所以你会发现讲，你伫病榻吼，伫病中，兄弟姊妹大家斗祈祷，认真来你关心，那就毋是敢若你咧破病了那就这大家拢敢若你的家人共款。其实我刚生病的时候，人家都要来看我，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是。可是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帮我祷告。是。好，我即摆要带你请教。你现在会讲，大家帮助我祈祷就好。我突然觉得说，我好需要人家帮我带到。是。所以你感觉讲，上好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对到位来。我觉得说，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主耶稣会安慰我。是。是说我一直要人家帮我带到。所以到尾也嘛是爱倒转来耶稣的怀抱。你即摆很深刻的去明白讲，主耶稣才是咱的生命。主耶稣伴你行。对。所以说，我觉得说，其实当你去做的时候，你才会真正认识主耶稣。对，其实你在门口走哈，其实你不会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我都进入耶稣的生命来对啊。其实你真正去做，才下注，你感受会比较深我觉得是。所以一路行来安尼吼，互你感觉讲，虽然你的信仰毋是讲安尼像咱讲足大的体验，足深刻的体验，你伫生活上可能嘛是足平凡的但是你家己拄到这个生病这个灾难这算一种灾难病嘛吼，你不得不去向灾难低头，你不得不在这个困苦当中安尼产生惧怕，对吧？所以约翰一书第4章内面有安尼记载讲，神就是爱啊，咱的爱神，咱会当要听神、感谢神，是因为神先爱咱。伊个道成肉身，成做神的囝耶稣来到世间，为咱成做挽回者。所以主耶稣是挽回祭挽回，互咱成做神后生查某囝的身份所以神的爱没有惧怕，神听咱无惧怕，那就你咧听恁查某囝、听恁后生共款啦，没有惧怕。死嘛不要紧我当然耶稣基督伊嘛是听咱伊嘛是听咱至死听咱到死所以伫这种的关系中间，咱因为主耶稣甲咱拣选，叫做神的后生查某囝，所以你虽然惊吓，但是主耶稣甲咱的惧怕承担起来，所以你即马感觉活得足快乐的。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平常都很平安我拢无想着讲有什么遇到什么很好的事情，运气就运气就好运气就好其实当我生了这病之后，我有改想啦。其实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是，这是咱不知道不算，没有去想而已。就是说，像当我生孩子的时候，我会说我运气好好，碰到一个好医生。我没有死掉，怎么那时候也是。你这么回想起来，不敢讲这是偶然。对，我就说没有一个人的运气会这么好。你一次
可能幸运对，不可能说每一次都这样，对。所以说突然感受特别的深。咱足侪人就是把迄个神的恩典给当作合理化啦。对。我都运气好啦，我都好康啦，所以都得好医生啦，都得好便宜啦，顺利啦，囡仔生啦。其实这整个过程即嘛志清姐的那个回想起来就讲，神安排你你会当借着这个婚姻来认捌主耶稣。这就懵懵懂懂为着讨先生的喜欢，是公婆婆的喜欢，家人的喜欢，来到真耶稣教会。为着讨你女儿的欢心，你跪着来祈祷，才受洗咧。你过去你拢感觉讲，就安尼反正我都走袂去。但你即嘛你甲空中的朋友来分享这段，较早你拢讲听尔，甲一个比较。你即嘛心内有安尼确实讲，哎呀，我真正真正亲手去摸着主。对，其实我认为说，当你真的去思考，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很深的体会说，你有主真好。恩典不是偶然。对，真的不是偶然。甚至神来你安排。对。所以你会发现讲，咱的目屎流了就有价值。我就觉得说，主真的爱我们啊。主要说真听。对。你也不会说他真的不会放弃我们。你当时来你个甲听众朋友来分享伫你破病中间看起来你嘛是真健康的人你心灵啦身体也很健康啦你的女儿啦、儿子啦先生啦恁全家安怎去面对你破病的事实？阮先生是虽然就信啦他就是比较靠主，是拢搞到阮早甲对啊，阮讲是赶快拢是小的时候就对啊呢，敢若是我啦我就比较冷淡嘛，我就会比较惧怕，他们都在表面上看起来啦，他们都好像很平静，因为他们都会用圣经上的话来勉励我，是。那时候刚开始我有就气的啦，我自己在那边，我在那混倒，行到要死差点蛋，你拢没来接我就觉得说很不舒服，但是后来我思考起来，还好那时候有他们用圣经话来安慰我，因为其实说实在。他们都不能做什么，是无对，对，你讲这是重点。对，其实病痛是要自己去承担的，人拢无法度做啥。所以说，当他用圣经话安慰我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个问题。是，对。所以神就是爱神的爱透过你厝内面的人，你的后生查某囝你的先生。讲起来也不是做医生啦，医生嘛不一定完全咱承担那咱未信主的人讲，就好运的啦，好看。若歹运的就拖来带啊嘛。所以伫你这个过程内底，你即马回想起来，你会感觉对，阮查某囝后生，阮翁就是用圣经神的话甲你安慰，互你食了定心丸安尼。所以即马你会感觉讲圣经神的话足好的吧？会啊，其实虽然我信主，你在当可是我对圣经就空白看得不多。你即摆已经要叫足回来了。我会加油的去做我觉得说，因为你越去做，你越快乐。是。对，你越做的深入，你越会快乐。我想你即摆应该不是迄个补偿的心态啊，你即摆你也感觉讲我是不足的心态。你补偿没有办法补偿嘛？是，对不对？因为这东西都是你要去追求，你要怎样去追求你的未来？是，你将来还要面对的还很多，对，你不知道你要面对到些什么东西，但是你要去追，因为时间就像一分一秒的过去你追不到的时候，你将来或许没有时间去，遗憾的时间都没有了。一路行过，你也感觉讲，哎，神实在足疼你。对啊，我也是觉得很讶异，我会来我们基督教会，我这其实我也很讶异，因为以我的个性来讲，我是比较较不爱受束缚，所以圣经内个真正就是安尼讲是神拣选咱不是咱咧选神。对，如果以我们选神的话，以当时来讲，我不可能去选，你不可能去拣，不可能。可是真的是神拣选我们。所以诗篇内底一句话讲，神用永远的爱来爱咱加做你的盾牌。加做你的搬石，加做你永远的瓦壳你基本上你有这种很深切的体会了。对，其实我也希望借这个这样子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去了解，你去深入，你去体会，你真的会得到平安，而且你真的会有更多的体验。我觉得说你不会白走这一趟。志清姐安尼最后你是不是
来甲空中朋友来咱的听众来分享最后啦就是讲咱做侪人是安尼拄着无顺利啦，还是讲破病啦，甚至医生一个宣布讲你这绝症啦癌症第几期啦，有人就安尼灰心丧志，甚至就安尼感觉安尼天地拢要灭去啊你是不是用这过来人的这个心情你要甲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嘛做伙做一个互相的勉励啦安怎做较好？有一句话说天助自助者，是，其实你所有东西就靠你自己，就说我所谓的靠你自己，就说你要先有那个意志力去战胜它，你要有存活的意志力去战胜它，然后你要有依靠。其实当你很伤心的时候，你周遭的朋友，甚至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兄弟姐妹，甚至你的先生、小孩，他都不能帮助你。对了，最亲密的人，因为破病是咱个人的代志不是讲什么人我都替咱去承担啦但是有一位神进到你的心灵内底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依靠。对，其实你真正去找到神的，找对神，要找到神，还要找对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很有平安。但是话说回来家人的关心也是很重要。当然，家人关心也很重要，包括教会兄弟姊妹。那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真的是很棒。你看我那祷告的力量就够。对真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说。我一直都很冷，就是冷冷来冷冷去。我从来没有发觉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这么好，这么关心。以前拢感觉讲我就是信徒尔无感觉讲是一家人的感觉。对，没有，完全没有。现在是一家人的感觉。对，因为我那时候才发觉到说我有这么多的朋友。感谢主，拢是做真心的也不为了什么名啦、利啦、钱财。你现在这么混乱的世代内底对，人就是安尼为着名利啦为着个人的利益啦，安尼是勾心斗角。但是讲伫教会内底有一个安尼纯净的空间。对，彼此无囂疑未极度怨叹当然生活的操练是有但是生命的历程就是神安尼互咱一步一步去得到建造啦。对，其实现在我很喜欢来教会，因为我觉得说做圣工，我觉得真的我从那以后可以得到好多，而且我有在教会有真的是有好丰富的朋友，而且这种感受没有亲自去体会，我想很难。好，感谢主听众朋友咱短时间听到杨志清姊妹伫咱台北市的内湖教会真耶稣教会内湖教会一只来分享伊这个信主啦破病甲伊甲即阵安尼也是这个伊的见证的过程中间，咱发现讲伊办是啥物哇，安那讲安尼偌济体验，还是讲偌深刻的信仰，一路行来拢是安尼冷冷淡淡总是人就是安尼，甲一个最生死关头甲一个迄种安尼沉重的迄个病痛的时阵，你才会去发现讲，咱的心内需要啥物，咱有啥物。其实足侪人感觉讲我无啥物，所以我一无所有所以有的人就跳楼，有的人就自杀。有的人就轻轻易易足简单的来结束家己的生命，其实拢唔对。其实咱拥有足侪，神互咱凉风活开，神互咱生命平安，等待咱去追求。只要咱若愿意，甲各地真耶稣教会，和阮做伙来查考圣经神的话，会加出咱生命一个建造。迄落日才要甲咱讲耶稣的恩典真正是够用的。捌你的人，耶稣愈疼咱；毋捌你人，耶稣嘛疼咱。耶稣的爱实在讲，自建国以来就拢无改变的。伊是永永远远的活命伊永远未改变。感谢主感谢志清姐接受喜乐的采访咱最后来做伙灭祷咱压头灭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有你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或者有足深刻的体验，但是嘛有安尼真冷淡这种日子。总是有一个生命的经历，阮拢满心的感谢。那亲像行船的人拄到一个海涌，伊才会知影讲要安怎去面对人生的风浪。那亲像一个钓鱼的人钓无鱼，要安怎去找求迄个无通钓到鱼心中的平静。嘛那像一个运动选手，伊来通知影讲，当伊伫受伤的时阵要安怎来顾养身体，伫有机会的时阵搁再出发。相信这着有姊妹见证，互阮会通得人来了解伫信仰生命过程中间是紧紧去来接连的。虽然伊用国语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咱无一定听到讲安尼大船大山大海真重大的事件，但是伫伊个人生命经历，迄落伫伊的面前看到这个真感恩的目屎，
真感动的见证，互阮会当知影讲，平凡中间神拢在听阮。主啊，阮用安尼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你感动更较侪听众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主耶稣，你互阮的平安甲恩典，阮安尼祈祷，愿主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阿们。